社会馆来看国民党方面的这个消息。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被控告用现金买票涉嫌透过条卡请求里长支持新考的台北市议员林幸吉。进前检方已经发动搜索，萧景田无伫厝内，原来是趁这个检警还未到现场时，为后壁逃走去，所以讲被人通缉。第昨伊家己去告案，这个经过侦讯了，法官认为讲虽然有事实，足以认定讲有逃亡的顾虑，有受害的原因，也毋过无受害必要。最后以800万块交保，也毋过检察官呢真不服，提出控告。有没有用现金买票？帮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所以你是林姐的干爹吗？面对记者问会，敢若一手尔，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昨暝800万交保。然后幕后资金都是您在出的，有没有说明一下？涉嫌买票去检方搜索，萧景田走路互通缉，靠亲情朋友这卡卡网内底底满现金来给办保，会成功自由。本署检察官将详细审酌对于案件侦办之影响，以及裁定理由之合法妥适性，课证严拟抗告中。士林地检署经按算提出控告，因为进前检方去将华阴岛进行搜索，不过萧景田竟然直接翻过墙围逃走去。检方调查，萧景田涉嫌透过条卡以6000到1万块金额，请里长支持林幸吉。去年底去发布通缉，走路5天自行告案。不过法官认为有走路的事实，有受害原因，不过无受害必要，所以以800万会交保。司法过程的时候呢，能够公平然后迅速，把真相公诸于众，那把可能被冤枉的人也让他们能够尽早就是得到一个清白。进前以证人身份去约谈的新科台北市议员林幸吉，讲唔捌叫过客白。地方上问也都知道，从来没有在外面叫过他干爹。不过，人已经提出民事当选无效之诉，伊发声明呼吁司法千万唔通冤枉无辜人，伊嘛做好一切准备，要来捍卫家己的清白。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